你有冇試過，明明自己乜都冇做錯，甚至比身邊大部分人都更加努力行善，但偏偏人生就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你有冇試過望住嗰啲自私自利嘅人，反而過得風生水起，而你呢個老好人卻日日被人踩住嚟上位？如果你有呢種感覺，我要同你講，你唔係一個人，而且佛陀喺2500年前已經將呢個謎底揭開咗，只不過大部分人睇唔明或者唔願意接受。喺維摩諂所說經入面有一段好耐人尋味嘅對話。維摩諂居士問文殊師利菩薩：何謂病？何謂病因？文殊答曰：菩薩病者以大悲起。意思係菩薩之所以會病，係因為佢嘅大悲心。佢見到眾生受苦，自己就跟住苦；眾生未解脫，佢就唔安樂。呢個聽落好偉大，但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一個人嘅善良令到自己不斷受苦，不斷消耗，咁呢種善良究竟係功德定係業障？我知呢個問題好尖銳，甚至有啲刺耳，但你聽我慢慢講落去，你就會明白，佛法入面嘅善良同我哋平時理解嘅善良根本係兩回事。我哋平時講嘅善良，好多時候只係一種討好，一種恐懼，一種唔敢拒絕嘅軟弱。而佛法講嘅善良係建立喺智慧之上，係睇清楚因果之後仍然選擇慈悲。兩者之間嘅差距就好似螢火蟲同太陽之間嘅距離。楞嚴經入面有一句話：因地不真，果招於曲。你種落去嘅因，如果唔係真實嘅，結出嚟嘅果就一定係歪嘅。你以為自己喺行善，但如果你行善嘅動機係為咗討好人哋，為咗避免衝突，為咗令自己感覺良好，咁你種落去嘅就唔係善因，而係一粒貪嗔痴嘅種子。呢粒種子發芽之後結出嚟嘅果，自然唔會係你期望嘅福報。所以今日我要同你講清楚一件事：福報來之前，你必須要過一關。呢一關唔係叫你去捱苦，唔係叫你去受罪，而係叫你學識分辨咩係真善良，咩係假善良，分辨咩係真慈悲，咩係爛慈悲，分辨咩時候應該伸手，咩時候應該收手。呢一關過唔到，你做幾多善事都係白做，因為你嘅善根本冇種喺正確嘅土壤入面。我要帶你去聽一個故事，呢個故事發生喺宋朝年間，江南一帶。故事嘅主角叫做陳守仁，係一個讀書人出身嘅小官。佢喺縣衙做主保，管嘅係錢糧賦稅。官職雖然唔大，但為人極之正直。喺嗰個貪官遍地嘅年代，佢係少數唔肯收受賄賂嘅清官。街坊鄰里都叫佢陳善人，因為佢除咗唔貪之外，仲成日自掏腰包幫助窮人。邊個交唔起稅，佢暗中幫手墊；邊個屋企揭唔開鑊，佢就叫妻子煮多幾碗飯送過去。佢嘅妻子林氏亦都係一個賢良嘅女人，從來冇埋怨過丈夫將本來就唔多嘅俸祿分俾人哋。陳守仁有一句口頭禪，佢成日講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哋做好自己嗰份，老天爺唔會虧待我哋。佢真心相信呢句說話，亦都用呢句說話教導佢嘅3個仔女：大仔陳文昌，二女陳玉蓮，細仔陳文遠。3個細路由細就被父親教導要樂於助人，要與人為善。佢哋亦都確實係咁做。文昌讀書嘅時候，成日將自己嘅筆墨紙硯借俾買唔起嘅同窗。玉蓮會將自己嘅衫褲送俾鄰居嘅窮人家女仔。細仔文遠更加係見到路邊有黑氣，一定會將自己嘅饅頭分一半出去。呢一家人喺外人眼中簡直就係善良嘅典範，但命運似乎並冇因為佢哋嘅善良而特別眷顧佢哋。
陳守仁43歲嗰年，一場突如其來嘅變故，將呢個家庭推入深淵。事情嘅起因係隔壁縣嘅一個商人，叫做趙德才。趙德才做絲綢生意，同陳守仁係遠房親戚。兩家人雖然來往唔算密切，但逢年過節都會互相走動。趙德才呢個人表面上笑口噬噬，好似好和善，但骨子入面係一個極之精明嘅生意人，凡事都計算得好清楚。有一日，趙德才突然嚟，陳守仁話自己有一批貨被官府扣押咗，需要一個喺衙門做事嘅人幫手疏通關係。佢冇直接講要陳守仁做啲咩違法嘅事，只係話，表哥，你喺衙門做咗咁多年，同上面嘅人都熟，幫我講句好話就得。我唔係要你貪贓枉法，只係想你幫我問清楚到底係咩問題，我好去解決。陳守仁一聽，覺得呢個要求唔算過分，問下情況而已，又唔係叫我做壞事，於是佢答應咗。佢去問咗之後，先至知道趙德才嗰批貨被扣係因為涉嫌走私。呢個時候，陳守仁本來應該即刻抽身，但趙德才又離佢，呢次帶埋眼淚。表哥，我真係冤枉嘅，嗰批貨全部都係正當買賣，係有人眼紅我嘅生意，故意陷害我。你如果唔幫我，我成家人都要瞓街。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幼兒，你忍心見死不救咩？陳守仁心軟咗，佢諗，萬一真係冤枉呢？我如果見死不救，豈不是太冷血？於是佢又幫咗一次。呢次佢唔止問情況，仲幫趙德才寫咗一封陳情書遞咗上去。事情到呢度其實已經開始變質，但陳守仁自己察覺唔到，佢覺得自己只係喺幫一個親戚做嘅都係合情合理嘅事，但佢唔知道嘅係趙德才嗰批貨確確實實係走私，而且唔止一次，係長期走私。趙德才之所以使陳守仁幫手，唔係因為佢真係冤枉，而係因為佢需要一個喺衙門入面嘅人做擋箭牌。3個月之後，事情爆發，上面派咗欽差大臣落嚟徹查走私案。趙德才見勢色唔對，連夜捲款潛逃。而陳守仁因為之前幫趙德才寫過陳情書，遞過文件，被認定為同謀。佢百口莫辯，因為所有證據都指向佢確實參與咗。佢被革職查辦，關入大牢。妻子林氏四處奔走求救，散盡家財請狀師，但都無用。最後陳守仁被判流放嶺南，一家人從此家破人亡。你可能會話呢個係因為佢睇錯人，唔係因為佢善良。但我要問你，佢點解會睇錯人？正正就係因為佢嘅善良蒙蔽咗佢嘅判斷力。佢太容易相信人哋嘅眼淚，太容易被人哋嘅苦情打動，太唔忍心拒絕。呢種善良喺佛法入面叫做痴。痴唔係傻，係睇唔清楚事物嘅真相，被情緒牽住走，被表象迷惑住，失去咗分辨是非嘅能力。陳守仁被流放之後，一家人跟住佢去到嶺南。嗰個年代嘅嶺南係蠻荒之地，瘴氣橫行。林氏本來身體就唔好，去到嗰度之後，水土不服，唔夠半年就病死咗。陳守仁抱住妻子嘅屍體，喊到聲都啞埋。佢開始質問老天，我呢一世從來冇做過壞事，點解要咁對我？點解善良嘅人要受咁嘅苦？佢嘅3個仔女亦都各自經歷住唔同嘅磨難。大仔文昌為咗養活弟妹去做苦力，日日搬石頭，搬到成個人彎晒腰。二女玉蓮被逼嫁咗俾當地一個粗人做妻，日日被打被罵。細仔文遠年紀最細，跟住父親喺流放地捱日子，營養不良，成日病。就喺陳守仁覺得自己已經去到人生最低谷嘅時候，佢遇到咗一個人。嗰個人
係一位被貶到嶺南嘅老僧，法號靜觀。靜觀禪師本來係京城大寺嘅方丈，因為得罪咗權貴，被誣陷流放。但佢面上完全睇唔出任何怨恨或者不甘，每日照常打坐，照常念經，照常微笑。陳守仁好奇怪，就走去問佢：大師，你同我一樣都係被冤枉嘅人，點解你可以咁平靜？靜觀禪師望住佢，笑咗笑，話：你覺得自己係被冤枉嘅？陳守仁話：難道唔係咩？我只係幫咗一個親戚嘅忙，就落得咁嘅下場。靜觀禪師搖搖頭：你幫嘅唔係忙，你幫嘅係一個人。逃避因果，佢做咗壞事，本來應該受到懲罰。你出手幫佢，等於你將佢嘅業攬咗去自己身上。你而家受嘅苦，有一部分確實係你自己嘅冤屈，但亦都有一部分係你替佢背嘅債。陳守仁聽到呢度，成個人震咗一震，佢從來冇由呢個角度諗過。靜觀禪師繼續講：你回想下，你呢一世係咪成日都喺度幫人？係咪成日都覺得自己有責任去解決人哋嘅問題？係咪成日都唔忍心拒絕？陳守仁點頭：係。靜觀禪師話：咁你有冇諗過，你幫嘅嗰啲人有幾多個係真正因為你嘅幫助而變好咗？又有幾多個係因為你嘅幫助反而越嚟越差？陳守仁沉默咗好耐，佢開始回想佢幫過嘅人入面，有幾個交唔起稅嘅農民，佢幫佢哋墊咗之後，第二年佢哋仲係交唔起，因為佢哋知道陳主簿會幫手，所以根本冇認真去耕田。有一個成日被人欺負嘅書生，佢幫佢出頭之後，嗰個書生唔單止冇學識保護自己，反而變得更加軟弱，因為佢知道有人會幫佢撐腰。仲有佢個細佬，由細到大都係佢喺度照顧，結果細佬30幾歲人，仲係乜都唔識做，成日等住阿哥接濟。靜觀禪師話：你睇到未？你以為自己喺行善，其實你喺度做3件事。第一，你喺度剝奪人哋成長嘅機會；第二，你喺度培養人哋嘅依賴性；第三，你喺度干擾人哋嘅因果。呢3件事，每一件都係喺造業，唔係喺積德。陳守仁聽到呢度，面色慘白，佢話：但係大師，我真係出於好心，我見到人哋受苦，我自己心入面都好難受，我忍唔住唔幫。靜觀禪師話：我知道你係出於好心，但好心唔等於好事。你知唔知喺佛法入面有一種煩惱叫做悲魔？悲魔係咩？就係你嘅慈悲心被魔利用咗。你見到人哋苦，你就苦；你見到人哋苦，你就苦。你嘅情緒完全被外界牽住走。你以為自己好有愛心，其實你已經失去咗定力。一個失去定力嘅人，點可能做出正確嘅判斷？大智度論入面講得好清楚，菩薩有2種，一者有慈悲而無智慧，二者有慈悲亦有智慧。有慈悲而無智慧者，如盲人騎沙馬，夜半臨深池。你聽到未？無智慧嘅慈悲就好似一個盲人騎住一匹沙馬，半夜行到深潭邊，唔單止救唔到人，仲會將自己同人哋一齊帶入險境。陳守仁問：咁我應該點做？難道以後見到人哋受苦就當睇唔到？靜觀禪師話：唔係當睇唔到，而係要用智慧去睇。你要學識分辨3種苦。第一種苦叫做果報苦，呢種苦係人哋過去種落嘅因，而家結出嘅果。呢種苦你幫唔到，亦都唔應該幫，因為佢必須自己承受先至可以消業。你幫佢擋住，等於幫佢延長受苦嘅時間。第二種苦叫做增上苦，呢種苦係為咗令人成長而出現嘅，好似鍛煉身體嘅時候，肌肉會痛，呢種痛係好事，代表你喺度變強。如果你幫人避開呢種苦，等於幫佢避開成長。
第三種苦叫做無辜苦，呢種苦係真正嘅天災人禍，係無辜嘅人受到牽連。呢種苦你可以幫，亦都應該幫，但幫嘅方式唔係替佢承擔，而係俾佢工具同方法，令佢自己可以走出嚟。陳守仁聽完，好似突然之間被人打開咗一扇窗。佢話：大師，我明白啦，我以前分唔清楚呢三種苦，一律當成係需要我幫忙嘅事，結果幫咗好多唔應該幫嘅忙，反而害咗人哋，亦都害咗自己。靜觀禪師點頭，你能夠諗通呢一點，已經係極大嘅進步。但我仲要同你講一樣嘢，你知唔知點解你會咁容易心軟？點解你會咁難拒絕人哋？陳守仁搖頭。靜觀禪師話：因為你內心深處有一個恐懼，你怕如果自己唔幫人，就會變成一個壞人。你怕如果自己拒絕人哋，人哋就唔會中意你。你怕如果自己唔夠善良，就唔配得到好嘅回報。呢種恐懼令你將善良變成咗一種交易。你做好事唔係純粹因為想做，而係因為你期望做咗好事之後會有好報。呢個就係你嘅問題所在。金剛經講，菩薩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真正嘅善係無所求嘅善。你做善事嘅時候唔應該期望任何回報，唔係因為回報唔會嚟，而係因為一旦你有期望，你嘅善就唔純粹。唔純粹嘅善種落去嘅因就係唔純粹嘅，結出嚟嘅果自然亦都係唔純粹嘅。你覺得自己做咗咁多好事，點解冇好報？因為你做嘅唔係真正嘅好事，你做嘅係交易。你用善良去換取安全感，用付出去換取認同感，呢個唔係善，呢個係貪。陳守仁聽到呢度，成個人好似被雷劈中咁。佢突然明白自己呢一世嘅善良入面摻雜咗幾多私心。佢幫人嘅時候，心入面確實有一個聲音喺度講：我做咗好事，老天爺一定會保佑我。呢個念頭令佢嘅善變成咗一種投資，而投資就一定有風險。當回報冇如期出現嘅時候，佢就會覺得老天爺唔公平。但其實唔係老天爺唔公平，係佢自己搞錯咗善良嘅本質。靜觀禪師見佢有所領悟，繼續講：我再同你講一個道理，你知唔知福報點樣嚟？好多人以為福報係做好事換返嚟嘅，呢個理解唔算錯，但太淺。真正嘅福報係你嘅心量擴大之後，自然而然吸引過嚟嘅。咩叫心量擴大？就係你唔再執着於自我，唔再計較得失，唔再被恐懼驅動。當你嘅心真正打開嘅時候，福報就好似水往低處流咁，自然就會嚟到你身邊。但喺福報嚟之前，你必須過一關，呢一關就係破除你對善良嘅執着。你要明白，善良唔係一個身份，唔係一個標籤，唔係一件你可以攞嚟炫耀嘅事。善良係一種狀態，一種你喺每一個當下根據智慧作出嘅選擇。有時候善良嘅選擇係幫，有時候善良嘅選擇係唔幫，有時候善良嘅選擇係講一句令人舒服嘅說話，有時候善良嘅選擇係講一句令人唔舒服嘅真話。陳守仁喺嶺南流放咗5年，呢5年入面，佢跟住靜觀禪師學習佛法，慢慢改變咗自己嘅心態。佢唔再怨天尤人，唔再覺得老天爺虧待佢。佢開始明白自己過去嘅遭遇，有一部分確實係冤屈，但亦都有一部分係自己種落嘅因。佢嘅善良入面摻雜咗太多雜質，佢嘅幫忙入面包含咗太多越界。呢啲都係佢需要面對同修正嘅功課。5年期滿，陳守仁獲釋返鄉，佢冇再做官，而係喺鄉下開咗一間私塾。
教書育人，但佢教嘅唔只係四書五經，仲有做人嘅道理。佢成日同學生講，善良係好事，但善良要有邊界；幫人係好事，但幫人要有智慧。你哋將來出到社會，一定會遇到好多人向你哋求助，嗰個時候，你哋要記住，唔係所有忙都應該幫。幫之前，先問自己3個問題：呢件事係咪佢自己應該面對㗎？我幫咗之後，佢會變強定係變弱？我幫忙嘅動機係出於智慧定係出於情緒？佢嘅大仔文昌經歷過嗰幾年嘅苦難之後，變得堅韌好多。佢靠自己嘅努力，由一個苦力做到小商人，再由小商人做到有一定規模嘅布莊老闆。佢同父親講：爹，如果唔係嗰幾年嘅苦，我唔會有今日。以前乜都有，你幫我擋住，我從來唔知道自己有幾大嘅力量。跌到谷底之後，我先發現原來我可以靠自己企返起身。陳守仁聽到呢番說話，百感交集。佢終於真正明白咗靜觀禪師講嘅道理。有時候苦難唔係懲罰，而係禮物；有時候唔幫忙唔係冷血，而係信任。信任對方有能力自己面對，信任因果會俾佢最適合嘅安排。故事講到呢度，我想同你分享幾個好重要嘅領悟。第一個領悟，福報嘅真正來源。好多人以為福報係靠做好事換翻嚟嘅，但真正嘅福報係來自於你內心嘅轉化。當你由一個被恐懼驅動嘅人，變成一個被智慧引導嘅人；當你由一個執着於善良標籤嘅人，變成一個真正活出善良本質嘅人；當你由一個乜都想控制嘅人，變成一個懂得放手嘅人，呢個轉化嘅過程就係福報積累嘅過程。第二個領悟，坎坷嘅真正意義。你越善良，人生越坎坷，唔係因為老天爺唔公平，而係因為你嘅善良入面有雜質，呢啲雜質需要被磨走。坎坷就係磨刀石，將你善良入面嘅貪嗔癡一點一點磨走。等到磨乾淨嘅時候，你嘅善良就會變成真正嘅功德。嗰個時候，福報自然就會現前。所以，如果你而家正喺度經歷坎坷，唔好怨，唔好恨，呢個係你嘅善良正喺度被提純嘅過程。捱過去，你就會脫胎換骨。第三個領悟，過關嘅方法，點樣先至可以過到呢一關？答案係4個字：如實觀照。如實觀照你嘅每一個善行背後嘅動機，問自己：我做呢件事係真心想幫人，定係想被人認同？我唔忍心拒絕，係因為真係對佢好，定係因為我怕被人話冷血？我付出咁多係無所求嘅，定係心入面暗暗期望有回報？當你開始誠實面對自己嘅動機，你就已經踏出咗過關嘅第一步。心經講：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照見就係如實觀照。當你真正睇清楚自己內心嘅運作模式，嗰啲令你受苦嘅執住就會慢慢鬆開。你唔再需要用善良去證明自己嘅價值，唔再需要用付出去換取安全感，唔再需要用幫忙去逃避自己嘅恐懼。嗰個時候，你嘅善良就會變得純粹。純粹嘅善良先至係真正嘅功德，真正嘅功德先至會帶嚟真正嘅福報。最後，我想用一段說話嚟結束今日嘅分享：善良從來都唔係錯，錯嘅係我哋對善良嘅誤解。我哋以為善良就係有求必應，以為善良就係永遠唔可以拒絕，以為善良就係將自己燃燒殆盡去照亮人哋。但真正嘅善良係一盞有燈罩嘅燈，佢會發光，但唔會被風吹熄；佢會照亮人哋，但唔會燒傷自己。佢知道幾時應該亮，幾時應該暗。呢種善良先至可以長久。
呢種善良先至可以真正利益到自己同人哋。如果你而家正喺度經歷人生嘅坎坷，如果你覺得自己明明好善良，但命運偏偏唔公平，我想同你講，呢個唔係終點，呢個係轉捩點。老天爺唔係喺懲罰你，而係喺度等你過關，等你學識用智慧去愛，用清醒去善良，用放手去成全。呢一關過咗之後，你會發現福報唔係追返嚟嘅，而係你準備好之後，佢自己會嚟搵你。你可能會問，咁具體嚟講，我應該點樣改變？我俾你幾個實際嘅修行方向。第一，學識同自己嘅不舒服共處。當你見到人哋受苦，心入面好想即刻出手嘅時候，先停一停，唔係叫你唔幫，而係叫你先觀察自己嘅情緒。你係因為真正睇到對方需要幫助，定係因為自己受唔住嗰種不舒服嘅感覺？如果係後者，你要學識忍住，因為你一旦被情緒推住走，做出嚟嘅決定好大機會係錯嘅。第二，練習講唔字。對於一個長期討好人哋嘅人嚟講，講一個唔字難過登天。但你要明白，每一次你違心答應，你就喺度消耗自己嘅能量，而你嘅能量係有限嘅。如果你將所有能量都花喺唔應該幫嘅事情上面，等到真正需要你出手嘅時候，你反而冇力。所以學識拒絕唔係自私，係保存實力，等待真正值得你出手嘅時刻。第三，觀察因果而唔係干預因果。當你身邊嘅人正喺度經歷困難嘅時候，你可以陪伴，可以傾聽，可以俾建議，但唔好替佢做決定，唔好替佢承擔後果，唔好替佢行佢應該自己行嘅路。你要相信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智慧，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力量。你唔信任佢，成日替佢做嘢，其實係喺否定佢嘅能力。呢種否定表面上係愛，骨子入面係控制。第四，檢視你嘅善行清單。你可以攞張紙出嚟，寫低你最近幫過嘅所有忙，然後逐一問自己，呢個忙幫完之後，對方有冇變得更加獨立？如果答案係冇，甚至係更加依賴你，咁你就要反思，呢個忙係咪唔應該幫？呢個練習做得多，你慢慢就會培養出一種直覺，知道咩忙應該幫，咩忙唔應該幫。第五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將善良嘅方向調反轉頭，先對自己善良。好多善良嘅人有一個通病，就係對人哋好到極點，對自己卻好刻薄。佢哋覺得照顧自己係自私，覺得滿足自己嘅需要係罪過。但你諗下，一個連自己都照顧唔好嘅人，點可能真正照顧到人哋？飛機上面嘅安全指引都講，要先幫自己戴好氧氣罩，先至可以幫人哋。呢個道理放喺人生入面一樣適用。六祖壇經入面有一句話：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覺悟唔係要你離開呢個世界，而係要你喺呢個世界入面用一對清醒嘅眼去睇清楚一切。睇清楚人性嘅複雜，睇清楚因果嘅運作，睇清楚善良嘅真正含義。當你睇清楚之後，你嘅善良就唔再係盲目嘅，而係有方向嘅。你嘅付出就唔再係消耗嘅，而係有回報嘅。你嘅人生就唔再係坎坷嘅，而係順流嘅。我見過太多善良嘅人，一世都喺度為人哋活，為父母活，為伴侶活，為仔女活，為朋友活。佢哋將自己嘅需要壓到最低，將人哋嘅需要放到最高。佢哋以為呢個就係善良，呢個就係無私，但佢哋唔知道呢種活法喺佛法入面叫做失去自性。一個失去自性嘅人係冇辦法真正幫到任何人㗎，因為佢連自己都游唔到，又點可能帶人哋倒方向？所以福報來之前要過嘅呢一關，說到底
就係一個字：醒。由迷惑中醒過嚟，醒悟到你過去嘅善良入面有幾多係真，有幾多係假；醒悟到你嘅付出入面有幾多係愛，有幾多係恐懼；醒悟到你嘅幫忙入面有幾多係成全，有幾多係阻礙。呢個醒悟嘅過程一定係痛苦㗎，因為你要面對一個事實，就係你過去引以為傲嘅善良，可能有一大部分係錯嘅。呢個認知好難接受，但你必須接受，因為只有接受咗，你先至可以改變。只有改變咗，福報先至會真正降臨。記住，佛陀從來冇話善良係錯，佢話嘅係無智慧嘅善良係危險嘅。善良加上智慧就係慈悲，慈悲加上定力就係功德，功德圓滿，福報自然現前。呢個次序唔可以亂，你唔可以跳過智慧同定力，直接用善良去換福報，咁樣換返嚟嘅唔係福報，係更多嘅坎坷。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呢啲說話觸動到你，請你將佢分享俾你身邊嗰啲同樣善良但同樣坎坷嘅人，可能你嘅一個分享就可以令一個人由迷惑中醒過嚟。如果你有任何感想，或者你自己嘅經歷想分享，歡迎喺留言區講低。你嘅故事可能正正係另一個人需要聽到嘅答案。最後，我想問你，你而家嘅善良係有智慧嘅善良，定係被恐懼驅動嘅善良？呢個問題值得你靜落嚟好好諗一諗。